末咧，你知得到啦，空氣有污染啊，食嘅嘢的話就基因改造啊。總言之，我筆一下就講一樣啦，即係基因改造啦，空氣污染啦，食嘅嘢唔健康啦，習慣唔好啦，好灰喎。所以你會發覺人生好似冇希望咁樣樣，係啦，人生冇希望咧，大家就會見得到咧呢兩嚿咧，首先俾大家望得到，灰到咁。你睇下，唔止係灰，佢仲係深藍到黑咁滯。係咯。你要見得到呢兩嚿係一模一樣嘅，代表咗污染咗個身軀。至於講到我哋依家就係想將我哋嘅免疫能力提升的話，就係點樣樣呢？咁我哋咧就放佢落去阿媽被譽為靠維他命 C， 同埋我哋今日介紹嘅逆肝寶。OK，咁我哋咧放咗落去之後咧，咁啊大家你見得到啦。OK，咁佢哋咧一路咧喺裏邊運作緊嗰陣時嘅期間咧，咁我哋又睇一睇嗰個情況究竟係點啦。OK，嗱我哋放入去嘅時間係相約嘅。OK，咁我依家首先拎咗佢出嚟先。呢一個咧，大家你見得到放咗落去維他命 C，大家你會發覺個顏色係淺咗嘅。OK，跟住咧大家睇埋呢一個，我哋放咗落個逆肝寶度，你見得到個顏色，你睇下。哇！已經爭好遠啦，已經係爭好遠啦，係咪啊？好嗱，咁至於講到我再做多次示範俾大家睇，如果食完維他命 C，佢再放翻落去呢一個，再繼續被污染嘅，你見得到佢只會個顏色係越嚟越深，又深翻又污染翻啦。OK， 但係至於講到我哋食咗呢個逆肝寶之後，大家你會發覺我哋放咗落去的話，一樣咁我倒翻落去，你會留意得到我拎翻上嚟的話，佢仍然係好似有個保護膜咁樣樣。OK 喎。係咪啊？好犀利嘅一樣嘢俾大家知。咁跟住有啲朋友話：喂，Ivan 哥，如果我用維他命 C，我依家棄暗投明啦，我順且啦，知道個逆肝寶勁抽啦，我維他命 C 試完嘅，我再放落個逆肝寶嗰度，大家你會發覺原來飲完個逆肝寶的話好快脆，大家你要見得到佢即刻已經變翻白翻，好緊要係咪啊？即係其實你唔使咁灰，即係飲咗維他命 C 幾廿年啦，我覺得係。